水電同行係一個創新系統，將住戶污水轉化為電力，推動節能減碳同住戶參與環保。香港每日有280萬立方米家庭污水，平均每戶500公升，大多經處理後直接排走，冇回收能源，亦冇住戶參與感。以一個屋苑2000戶為例，2000戶每日產生100萬公升污水，現行集中式處理雖成熟，但成本高、耗能多，同埋缺乏本地回收機制。我哋正針對呢個問題，提出水電同行呢個3步驟方案，結合能源回收、光催化淨化同數碼監測，呢個係水電同行達至嘅效果。第一步，污水會先過濾，再流經內嵌式水輪機，利用水嘅位能同動能發電，產生潔淨能源。大廈就能夠利用污水流動所運行嘅能量，為公共設施供電或者降低能源成本。水力發電嘅核心原理係將水嘅位能轉換成動能，再進一步轉換成電能。當污水由大廈高處排出並流向地下處理系統嘅時候，呢段高度差就蘊含住位能。隨着水流由高處落下，位能轉化為動能，令水流加速，進而衝擊內嵌式水輪機。水輪機轉換時會帶動發電機產生電流，完成能量轉換。根據位能公式，高度差越大，可產生嘅電力就會越多。根據水力發電公式，2000戶嘅大廈每日可產生約183千瓦時電力，換算成183度電。呢啲電可以點用？假設每盞 LED 燈每日用24小時，咁就可以支援到693盞燈泡照明公共空間，又或者用嚟支援1830部升降機整晚待機，維持控制系統、照明同緊急功能。第二步，過濾後嘅水會進入光催化儲水箱，利用陽光激活燃料電池，分解污染物，同時產生可再生能源。呢個技術利用光能產生分離嘅正負電荷，並使其移動去到催化劑表面。呢啲電荷會驅動氧化還原反應，分解水中嘅污染物。淨化後嘅水可以循環再用，供住戶沖廁、灌溉或者清潔，減少對食水資源嘅依賴。呢個技術正係香港城市大學能源及環境學院系梁國希教授研究嘅項目。第三步，我哋建議每戶安裝手機應用程式，實時監測家庭用水量。住戶可以睇到自己用水量同其他家庭比較，提升節水意識。呢個手機應用程式仲會提供節水建議、異常用水警示。更重要嘅係，住戶可以知道自己減少咗幾多二氧化碳嘅排放，令住戶喺環保方面擔當一個重要嘅角色。以香港電網每度電排放0.6公斤二氧化碳計算，呢棟屋苑嘅住戶每日可減排109.8公斤二氧化碳，每年減排40077公斤。水電同行唔係一個概念，而係一個可以落地實行嘅方案，代表住未來城市嘅方向，智慧、綠色、共融。